拜六公投就要登场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特别来到台南宣传，4个都同意台湾更美丽，并由中央处发会主委徐宇珍、台南市东部主委林敬旺、立委陈以信、国民党中常委高思博、邱素兰、市员王家珍、曾培雅、林美燕、李宗成等人共同骑上宣传车呼吁，沿路嘛有不少支持者出面相挺，场面热烈。宣传车队终点来到议员下龙街服务处落车，朱立伦意向支持者握手致意，并再度呼吁。所有的朋友，咱厝的人，咱的主编隔壁，拢爱出来投公投票。虽然不是选举，咱不是为个人，也无为任何候选人，但是是为台湾，为咱市民的健康，为咱的经济，为咱的环境，为咱的安全，为咱的民主，咱已经拼到底。今日国民党不是为一党之私，不是为个人，不是为政党，是为台湾人。咱做来打拼，大家好不好？好！朱立伦表示，反莱猪、公投绑大选、真爱早教、加重启核四这4个动议，已经是所有台湾人的共识。4大公投拢是为了大家健康、民众的安全，为了用电以及经济甲环保。拜托大家拢爱出来投下同意票，才会当保护台湾的民主，和台湾更美丽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